你兄弟大家平安，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愿无上主的殿宇到尾滚去。我的心要永活的上帝欢喜唱歌。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撒开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550首，圣诗550首，我做基督兵丁，着好打进前。器械着上修整，困紧无爱用，
时节较歹的三种，毋通失敬性。求主赞我勇猛，互我为得胜。求主施大权能，牵我无失停。求主带我向前，到永活天庭。圣诗550首，咱起立三个字。咱犹原确定，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2篇，圣诗后面启文第2诗篇第1篇989页。启文第2，咱三个来启应，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褻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
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今日下晡，感谢你有恩典大慈悲，互阮平安过一年。伫年的尾，阮算消你的恩典，赐福满满，互阮教会各种事工的推动进行，拢会当平和顺利，兄弟同心合一，贡献才能。2022年，阮的兄弟有人拄着亲人逝世离开，忧伤艰苦的事；有人伫即时倒伫病床中间接受医疗，侪侪人生黑淡淡的事，互阮看尽人生悲欢离合。阮也感谢主俄罗斯看其幼儿的出世，带来了欢喜甲盼望。2023年，为着人民百姓的生活、企业工商的发展，面对疫情，阮勇敢踏出，求主看顾阮头前未来的路。阮搁较为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事，会当紧紧和平解决，结束这段互人极其痛苦、毋甘、懊恼的事。亲爱的主，一年过了又一年，你的恩典满满是，使阮这情形拢无停。世间日子真快过，阮紧行天路着及时，日日得意主的工，互阮所行照准尽。感谢主，求主圣神降临，甲阮同在，互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得主你欢喜。因带带领阮2023年，事事亨通、平安顺利。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咱感谢圣国队用诗歌带咱来学罗上帝，享受上帝话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16节到25节。咱试试带用19，咱对16来考。雅各书1章16节到25节，国语本329页，汉语本263页，现代中译本355页。雅各书第1章26节，我所听的兄弟啊，无得错误，既然好的手势甲完全的文字，拢是对顶面、对正行光的爬落来，伊无变乱，也无转西的影。依照家己的意思，要用真理来导生咱，要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做亲像头水的果子。19节，我所听兄弟啊，恁知即个，若是逐人论到听就紧，讲话就慢，受气也就慢，因为人的受气无正上帝义，所以恁拄去朗诵暗占的甲过夜的恶毒，就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恁着做行道理的，毋是简单听的来家己骗。因为听道理若无行，比如亲像人伫行年做详细看伊本人的面，看过了就做伊去，念伊袂记得伊生做啥物款。若是人自身伫迄个较长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踮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的，是实在得用讲的。即个人伫伊的所做袂有福气。以上愿做话诚侪咱的帮赞。讲到今早起，耶稣所要讲的题目是信用原动力，咱继续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个主日是旧历，用旧历来算，是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咱用迎接过年的心情，今仔日做伙主日来敬拜上帝。咱常时也用恭敬、甲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以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充满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行过去的一冬，互阮伫即年的中间，无论面对着什么代志，主啊，你伫阮行过了后，拢会当体会到有主你甲阮做伙同行。主啊，阮伫以下的时间，要用谦卑的心，做伙来领受你的话，也恳求上帝你透过对伫你的话的分享，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得到信心的加添。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亲自来带领。愿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哦，这就是咱讲科技死于人性啦，但是有时阵还是人很重要人真正真重要落去下这应该
咱若有固定主日做礼拜的兄弟，拢知影，拢已经会当体会到，就是牧师伫过去有几礼拜，拢用雅各书来做圣经信息的分享，尤其是雅各书第1章。这是要为着互咱大家，你甲我拢做伙来反省，就是咱伫教会久，真侪圣经的道理，咱拢听到，咱也拢知，真侪有关基督信仰的教导，其实咱拢听过。但是，这个人所讲的进入咱的心中了后，咱敢有真正通行出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课题。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时时刻刻来反省，时时刻刻来学习。所以今仔日，咱就对伫雅各书1章16节到25节。咱来想，怎样将信仰通行出来？大先，咱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我想咱伫台湾，基督徒其实无介济，毋知影恁在座的教会兄弟姊妹，敢有亲像牧师共款？有两项代志，那也牧师来讲，有两项代志，伫读册过程中间，拢会感觉非常孤单。第一，细叶，奇怪，细叶伫台北有够少啦。当然我即马住伫桃园，较发现讲，伫客庄细叶的真多。但是伫台北市，每一遍一班内底，敢若一个细叶，上加2个。我对细汉到大汉印象中，我大学的时阵是上济，大学迄班50个学生有2个细叶。那其他对国小、初中、高中一班内底拢敢若我一个细叶，所以感觉真孤单。过来第2项感觉孤单是啥物？应该咱约会到。那当老师问讲，你们是基督徒的，请举手。通常一班内底，即马可能较济，那以前咧，可能小猫2、3只。毋知恁的经验甲叶牧师敢是拢共款？通常老师会问讲，你们在座基督徒的，请举手。哇，小猫2、3只。有时阵，阁有一寡基督徒的同学毋敢举手，惊讲大家听到伊基督徒了后，会甲伊亏。真是讲叶牧师大学4档，互人亏啥物？人叫我神父啦。因为我着勇敢举手。阮班敢若2个，阮迄班敢若2个勇敢举手。毋知为什么说大家拢叫我神父？因为我基督徒。到底基督徒是啥物？到底基督徒是啥物？咱若顾名思义，就知影讲基督徒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咱做门徒的，就爱学习学老师。所以咱若是基督徒，那照着这个名来讲，基督徒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人。讲这真简单，讲起来真简单。第2项，咱会当想讲，咱对细汉到大汉，咱也是伫教会大汉。咱对细汉到大汉，家己的信仰的过程，咱是安怎看家己？像讲叶牧师对细汉到大汉，老师问讲基督徒请举手，叶牧师是戆戆举手迄个，然后去互同学亏，就开始问讲你们基督徒可以结婚吗？无，这是读新学院了后，较去互人问这个。做牧师可以结婚吗？一堆的问题。对伫咱家己回想咱家己的信仰过程，
对伫什么是基督徒，其实咱也是渐渐了解咱家己基督徒的身份。对着年龄即款的人物，一直喺改变。亲像讲细汉的时阵，可能咱在座有一寡兄弟嘛同款，就开始，互爸母带去，爸母也是阿公阿嬷带去主日学。每主日礼拜天就爱去参加主日学，然后有的教会佫会要求主日学学生礼拜一开始爱做伙坐伫礼拜中间，然后咧，当牧师爬起来要讲道了后，主日学老师就讲遮个囡仔来，带去主日学教室去遐上课。有的是倒饼，有的是先上课了后，合班了后，学唱歌了后，然后咧，牧师讲道被迫要带进来，听牧师讲道了后，佮出去分班。这无共款的教会，咱以前的长老教会有无共款的即款传统。细汉是安尼了解，参加主日学，有时阵会受要求坐伫礼拜堂来做礼拜，坐礼拜坐伫内底。印象中，毋知影大家经验敢共款？我会记40年前的教会长老若祈祷。哇！祈祷倒长诶，对伫创世纪祈祷到启示录，然后咧，我囡仔时代，做礼拜诶时阵，上惊就是遮个老长老祈祷，真正祈祷到后来拢徛袂知啊！这是我国小诶年级1年即个3年以前，即个就10岁以前，我对即个教会礼拜的印象就是祈祷拢倒长，然后囡仔徛诶。以前佫要求大家拢徛诶，对无？以前祈祷大家也徛诶咧。我会记得我细汉伫台中啊，迄当阵，我10岁以前伫台中，印象足深诶。教会礼拜祈祷拢爱徛诶，然后徛诶，即祈祷倒长徛袂稳，这是我细汉对伫基督徒诶印象。青少年到伫青少年时期。对伫基督徒的人物是啥物？哇，真介意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做伙去郊外佚佗、烘肉，然后咧，教会佫弹唱，唱《基督是主》，然后咧，以前牧师的年纪以前是初中开始男女分班，所以伫学校内底安怎？即个女生班，查某的班级伫遮，查甫的班级伫遮。上课的时阵，楚河汉界，对不？女生向这边转，男生向这边转，然后讲话，查甫甲查某讲话，会记警告一支。以前的时代，对不？但是来到教会是安怎？参加青少年团体，还是参加少年团体啊？青少年团体，哇！男女合班有够好，会当公开跟女生讲话，这是青少年时期。然后到伫青年团体开始就参加真侪教会的事工，无论是即个搬刀啊、搬椅啊的粗工，也是开始圣歌队，这较文的、武的拢做，然后做愈来愈侪了后。好亲像对伫教会也愈来愈了解，会感觉讲，家己好亲像即个基督徒的身份愈来愈深，愈来愈深。这是即个神学院大毕业的时阵，20几岁，带大专团体的相片。当然，教会事工参加哪济了后，煞开始也会看到一寡。教会内底检查较无遐完美的部分，这袂当否认。然后可能开始，尤其青年时代充满理想，可能开始会对基督徒会感觉讲，基督徒内底，也有甲社会上相像的所在咧。这就是基督徒是甚物，
咱对基督徒的定义，会对伫年龄、对伫你的经验、对伫你参与教会的无共款，你有无共款的答案。但是咱爱思考一项代志，有真侪人其实这嘛毋是无好，有真侪的人会认为讲，基督徒就是啥物？只要主日有来礼拜，有来做礼拜，有的人是做礼拜，有的人是坐礼拜，有的一寡基督徒会认为讲安尼就好，甚至有的基督徒会感觉讲，会甲牧师讲，牧师啊，我最近生理真无闲，我袂当来做礼拜。啊，会讲啥物？牧师，但是我有奉献咯。这内咱伫教会久就会听到有这款讲法。只要有来做礼拜即可，然后咧，若有奉献更加。但是这做这款轻松的基督徒，真容易的基督徒生活，对伫21世纪的今晚，可能是真吸引人。做这款的基督徒，只要做礼拜，然后有能力奉献更加，这叫做轻松省事，佮毋免开真多的心思，然后你嘛是基督徒，到最后你嘛当靠着上帝的救恩，求上帝，上帝就收事。这叫做真轻松的基督徒生活。落去兄弟，咱大大所读的雅各书，敢是安尼教咱？敢是安尼教咱？安尼敢真正就是基督徒？当然毋是讲咱来教会拢爱无用啊，要害来证明讲我是好的基督徒。这牧师有几遍分享信息都讲这毋对，这毋对哦，这是本末倒置哦！你想讲我做真多的事工，我互人感觉我真无用，我大家看到我就是真无用，然后讲我是好的基督徒，然后大家都爱听我讲，这是本末倒置。这牧师以前前几遍拢有讲，咱是因为信用改变咱，互咱愿意来付出，互咱有迄个热情来参与。互咱有迄个智慧来知影怎样做，但是人爱思考的是真实的基督徒生命到底是甚物？真正的基督徒的定义到底是甚物？落去兄弟，第18节，雅各甲咱讲，上帝伊照家己的意思，要用真理的道生咱。要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做亲像头水的果子。头水的果子，用咱一般的话就是初熟的果子啦，就是初熟的果子。今仔日的圣经经节教导咱第一件代志，就是咱拢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咱对真理的道来生的。互咱会当伫上帝的创造中间，正对头水的水果，初熟的果子。头水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就是咱种植了后，每一遍开花结果了后，第一批的收成。第一批的收成，这叫做头水的果子。咱知影，这个种水果，无可能讲一暗。全部水果拢熟啊，拢会当卖啊，一定是今仔日收成一部分，然后咧明仔载一寡佫熟啊，咱佫去种，然后佫来收成。若无安尼一暗就收成了后，你大家拢相时将这个水果拢送去市场，安尼可能价销已经大起大落嘛所以上帝创造嘛真奇妙。
一个农场内底有诶水即个共一款诶水果是安尼一直刷食迄收成诶，无可能讲安尼一暗全部拢熟啊，拢会当收成。这是上帝创造诶奇妙。但是头一批诶果子，为什么伫圣经中间遮尔受重视？为什么雅各也甲咱教讲，咱爱诚做头水诶果子？为什么？因为头水诶果子，第一，照伫旧约圣经讲，咱收成诶头前诶1/10是奉献予上帝诶，是诚做感谢上帝诶手续诶。所以雅各书甲咱讲，咱爱诚做头水诶果子，出熟的果子诶意思是啥物？就是咱诶性命，就是爱亲像头水诶果子，是爱献予上帝，献予上帝所使用。所以咱基督徒诚做头水诶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应该爱活出会当荣光上帝诶性命，并且用行动来服侍伊。所以水果爱有水果诶香味，水果诶滋味。今仔日咱若诚做水果，一个水果若无水果诶滋味，苹果袂甜，敢若会酸，甚至会涩会苦，安尼即个苹果嘛是共款，就搁安怎水嘛是无人爱食。共款呢，咱用即个果子来思考咱家己，尤其咱是头水的果子，是献予上帝所使用的。所以第一，咱爱活出会当荣光上帝的性命，咱诚做有香味、有好滋味的果子，这是第一个。然后咱用咱的行动来服侍伊。第二，头水的果子为什么伫圣经内底遮尔注重？为什么雅各书爱咱诚做头水的果子？因为头水的果子为什么遮尔滋味遮尔好，遮尔互人喜意？因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头水的果子是顶一遍收成到现在。期待久久的，所以头水的果子遮尔特别。因为顶遍收成了后，当然，即个种植的人爱继续来种植，然后期待后一遍的收成。所以头水的果子是受人期待久久的。所以咱爱反省咱家己，基督徒诚做头水的果子。咱的生命敢会当亲像头水的果子共款，咱发出互人期待迄个属基督的香味，也是讲咱期待久久，结果咧食落煞感觉，歹食咧，即边即期出的无好食咧，哇！那安尼就失去了头水果子的迄个特色，是互人期待的果子，叫做头水的果子。第三是啥物？头水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会当互人事先谈到迄个未来收成的滋味。所以为什么咱新闻内底有时阵咱会听到新闻安尼报道讲？今年的蜜枣，因为什么，所以咱的收成即边是安怎？也是讲今年即个热天的时阵，咱听到电视新闻讲，今年花莲的西瓜特别甜，因为热天雨较少，对无？所以为什么伊会当安尼来讲？因为即批的出产
第一批出产出来，试食感觉讲，今年即个收成应该是袂歹。这叫做头水的水果，头水的果子，互人事先会当知影未来即期要生产的滋味到底是安怎。所以，这不但是代表上帝的应允，也是代表什么？咱常常讲，咱教会爱诚做愿望的记号。愿望的记号是啥物？才会毋捌接触基督信仰的人，看到教会，就亲像看到天国同款，就亲像看到上帝国同款。才会人看到咱基督徒甲因三甲做伙，因会当体会到上帝所讲，迄个新天新地就是安尼。哇，甲咱基督徒做伙是特别欢喜，甲咱基督徒做伙是遮尔轻松，遮尔会当即个放开心中的捆绑，会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叫做愿望的记号。对伫看到教会、看到基督徒大家三甲做伙，因会当体会到圣经所讲，上帝掌权是怎样，有公义、有和平、有平安、有欢喜。所以这是基督徒诚做头水的果子的重要。咱互人事先会当担着即个上帝掌权，上帝甲咱做伙治地的迄款的滋味。所以教会诚做愿望的记号，就是通过咱所讲所行，互咱四周围的人，拢会当事先体验到上帝的滋味疼痛，会当体会到上帝的公义甲恩典。会当互众人知影，咱会当愿望的，就是上帝，只有上帝。过来，雅各书佮讲着讲，会当咱基督徒爱活伫迄个全备，互人自由。迄个完全，佮会当互人自由的律法的中间，这啥物意思？咱知影一般的人听到律法，听到法律，因会感觉讲安尼恁限制真多，恁限制太多啊啦。当咱听到讲有啥物代志爱立法，爱定法律来管理，通常咱第一想到的就是啥物？咱第一想到，毋是讲法律会当保障人、保障百姓，咱第一想到是限制真多啦，莫啦，莫有遐济法律啦。这是一般的人对伫律法的了解。但是雅各书1章25节提醒咱基督徒通过耶稣的死佮活，咱的罪得到赦免。咱得到甲上帝新的关系，因为人伫上帝的面前，无过是迄个罪人，咱众人拢会当成做上帝的百姓，成做上帝所疼的百姓，所以会当活伫上帝迄个骄纵，佮互人得到自由的律法。这是咱基督信仰来讲律法，这个律法就是人甲上帝迄个新的关系。亲像咱囡仔为什么听父母的话？因为听，因为尊重，所以伊愿意遵照父母所讲的来做。当然到青春期，这就无共款啦。因为青春期囡仔爱学习、爱自制，所以咧，伊开始就会想讲：父母安尼讲，有倒位是合理，倒位无合理，迄是学习的过程。
但是心中的疼，对伫父母的疼，应该是拢共款。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怎样来看待即个律法？就是咱有时阵会伫教会礼拜中间做伙念的即个上大的诫命，新的诫命，耶稣所教导咱新的诫命，这是咱基督徒的律法观。新的诫命，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三亲像，就是爱听别人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讲的拢是听，这就是基督信仰所讲的律法。听，上帝听咱，所以咱听主，咱听上帝，然后咱也彼此相听，听人。听上帝，听人，人甲上帝的听，甲人甲人中间的听，这就是基督信仰所讲的律法。基督耶稣教导咱即个听上帝，并且听别人亲像家己的即个律法，互咱会当做啊比一般的法律条文，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会当搁较完全，因为咱掠条迄个律法的精神，咱掠条迄个律法的精神，听，毋是去背侪项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伫啥物即个状况下面爱安尼做，是啥物状况下面爱安尼做，啥物状况安尼袂当做，哇，安尼母啊袂清楚，毋是耶稣基督教导咱的即个律法。律法真简单，就是掠条听的原则。所以下这一般的法律条文，世间的法律条文，就是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焦点通常拢会变做是啥物？焦点变做违反的时阵，怎样来处罚？所以。伫人的中间，遮个法律条文，拢一定会讲啥物？你若无做到安尼，就会有啥物无好的结果。若无安尼，法律要定啥物？一定嘛是拢会有迄嘛？即个权利义务啊，即个义务就是啥物？当你违反的时阵，你会得到啥物处罚？到伫最后变做人的惊吓，这是。一般世间的法律条文，但是耶稣所教咱即个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上帝，佮爱听别人亲像家己的即款的律法，就是信仰的行动，就是出发点伫听，以用上帝的听做基础。所行出的行动的即款的信仰行动，这是耶稣基督教咱新的诫命上大的特色，就是出发点是上帝的听。过来，伫雅各书第1章的最后。咱阁知影，就是真实、纯洁的信仰，就是服务甲献身的生命，服务甲献身的生命。雅各书的教导，当然，伊足强调就是信仰的见证，爱行出来，信仰爱行出来。但是雅各书绝对毋是爱咱忽略着个人的灵修，只是雅各书强调就是讲，咱袂当干那知影，然后无去行。咱知影了后，咱就爱将咱所知影上帝的话来甲伊行出来。
所以纯正的信仰就是愿意服侍的性命，爱对人付出疼心的行动，将信仰伫生活的中间来活出来。伫遮所讲愿意服侍，咱莫阁直接就跳到咱伫教会太久啊，有时阵咱讲到服侍会想到啥物？就是教会有啥物计划的事工，然后爱安怎来参与？其实服侍伫咱基督信仰内底，讲到服侍，咱敢知影？伫真侪的语言内底，职业的即个字是对呼召来的，就是即个像即个 vocation，vocation，也是即个德文beruf，这意思拢是呼召。其实可能你做的工作，无论是伫你食头路，也是你现在退休了后，你平常时所做的，做志工，也是参与一寡社会服务，也是咱食头路，甚至你伫厝林内底摒扫，也是你顾孙，也是你去即个照顾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其实这伫咱基督徒、基督信仰中间，拢是上帝的呼召，这拢是服侍。这是爱特别讲的。咱纯正的信仰就是无互世俗污染的性命，所以咱倒边来讲，就是咱只有信仰纯正，咱才袂伫服务人的中间，煞互世俗来同化。咱爱家己徛会好知，安尼咱服务社会，咱参与社会，咱才袂走精。咱家己信仰若无知，咱知影过去长老教会的人想到的1970年代、1980年代，互人想到就是社会参与。但是咱即摆爱检讨就是，咱真侪真热心参与社会运动的基督徒，有真侪后来煞走精的。为什么？信仰无知，就一直去想讲，哇，社会公益，即个社会运动参与真侪，行街头啊，信仰无知，后来煞家己也走精去。弟兄兄弟，咱基督徒要怎样处于淤泥而不染？这就讲到一个足重要的概念：献身。也是讲咱华语讲委身。献身的意思是啥物？献身的意思就是咱生活中间，咱将咱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家己的利益先放下，将焦点放伫上帝以及众人的需要顶面，这叫做即个献身、委身的意思是安尼。你无过是用家己的利益来决定代志，你会想到上帝爱我安怎做，你会想到活伫即个世间别人的需要到底是啥物？这是咱的即个长老教会伫即个灾后重建弟兄姊妹，咱基督徒真做头水的果子，就是爱咱伫生活的中间，靠着信仰来服务众人，用安尼来荣光上帝。咱活出基督的款式，通过咱家己生命的见证，互众人看到盼望的记号。然后，咱来用
疼上帝，甲疼别人，亲像家己，即个诫命来做咱生活的准则，咱人生的方向。即个疼的原则，用献身甲服务来成做咱生命的目标。所以，愿咱伫未来新的一冬，咱每一天拢学习，成做即个头水的果子，互众人透过咱所讲所做，会当看到愿望。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遍思考，就是阮基督徒的身份意义是甚物？主啊，有时阵阮想过头看到家己的需要，直到阮无想到你伫阮心上所交代阮的使命，其实是爱阮用阮的性命，互众人通体会到有主你的同在。透过阮所做所讲，也会当互因心灵的欠缺，你互因饱足。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每一天拢会当学习，将阮所在你的话来活出来，也互阮的教会会通亲像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强调的，成做众人愿望的记号，会当吸引多多人来亲近你。主啊，愿将阮家己所做的一切交托主你来引带，也恳求上帝你看顾阮、保守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主，通过牧师予咱真好的信息，甲勉励。即时咱要用圣诗575首来回应。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尽心缀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圣诗575，咱起立，三甲日神。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济南执事、玉珏执事来书献。你现在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咱来先开咱的周报，咱看报告的事项。第一，今仔日感谢强业牧师讲道原主祝福叶牧师所做工。第二，下周正月22讲道，叶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足够有余。经文是出来记36章第1节到第7节。第三，2023年1月16日，七星中会早起10点，要伫济南教会召开第72届第2摆会议。第四，2022年银行结金破啊496298.68块，中值会议30万存伫存款定期存款已经伫正月初6加入银行迄个存单的号码是403-600-626-169。第五，农历过年1月21日新春礼拜要伫后礼拜来举行，祝福咱兄弟新春平安佮欢喜。求主恩典长骨阔。第六，今年度会员号会咱要定伫2月19，请各单位伫正月19日进前将资料交予工长老。第七，2022年所得申报已经伫正月初10完成。第八，咱教会迄个时钟已经电话已经歹去。咱感谢有志兄弟为着教会奉献时间甲电话，愿主赐福恩典满满。咱来看咱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国对联像是早起8点45。咱的早间基督会暂停，咱顶礼拜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若毋对来往过节。来见证。圣讲的事项交代，即礼拜是应庆节甲淑文节，插花是秋妹之事，清扫是素颜节。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秋妹之事，苏琴是宪文，书会是秋妹之事，苏琴是宪文老师，领唱是于阳兄，书献是济南之事，民兵之事。交代是素琴节平龙兄，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燕庆节。咱来看即礼拜金句，
若是人自行伫迄个较真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点伫迄个，毋是听了就袂记得，是实在伫底做会用讲的，就互人伫伊所做的要有福气。雅各书1章25节，来，咱三个等下读。若长长住伫迄个，毋是听了，是实在用讲的，就互人伫伊所做。若是人自行伫即个较真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点伊就是听了，是实在用讲的，就互人要有福气。唯有详细查证律，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妄，也是实在的事，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1章25节。好，这是咱今年旧历最后一个礼拜，后礼拜就是新春。所以今仔日咱互相请安，保持30秒。过完这个礼拜就是过年吼，唔爱个亲亲早啊，来干来平安平安就好。咱就要互相就要请安问候一下。好，预备开始，来，平安，要袂搞，平安。好，新年快乐，新年好。要袂还阁10秒吼，10秒，啊，这是咱足好诶吼。咱看到今仔日牧师互咱的即个题目是信仰行动力，我是感觉牧师吼，他的讲道都把他的内容都有放在里面哦，有回去给大家倒看。啊，我只下有看吼行动力，咱看咱的行动力，咱顶礼拜结束，咱就将咱的现代的布置，还很快哦，很干净就把它恢复了吼。啊，拢恢复，吼啊，将咱保持咱原来安尼真水。啊，看到咱大家兄弟安尼同心，看到咱的行动力。今早去江老师说他坐计程车来，哇，足感动的。啊，讲偌济，290几块，哦，真的是。但是他又用了补助，又少了50块。但是我们是要讲这，我是讲哦，他住那么远吼。东门哈，他要经过西门、南门、北门哈，才到了我们西武哈，真感谢咩吼啊！然后工厂落来，咱这拢讲过啊吼，文龙兄啦，咱大家吼啊，先过伫7早8早就来遮训练吼，来练习。啊，个咱有像周间吼，咱有来拼啥？从昨我来，吼来拼哦，来用这个老卡迄个布告栏吼，把它更新。啊，也看到后面只是在技巧哈，啊，所以这来教会变少。那过程这样拢是默默在做，为我们西湖的教会，好，这就是咱行动力的表现嘛，哈，啊，真甘心啦，咱小教会伫无数的中间，咱犹原是安尼各尽本分安尼吼，真好安尼。而且我嘛看到我出于依你而不然，哦，真要叫讲国语吼，使有阵时我讲吼，我就咧想讲，有阵时啊，不要给人家笑，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听吼，啊个纯正的信仰是愿意服侍性命，也就是对人付出爱心的行动。好，这我看到很感动，然后。唯有纯正的信仰，才可能在世俗当中服务人群，不会被世俗同化。我要讲的是讲，每到这个时阵哦，年尾时阵啊，我很多了，比如说上礼拜就有一个在那个阳信银行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工程部门的安尼，少年的结婚，结婚。当天补请，哦，补请，他以为说他这个
没问题啦，致辞没问题啦。但是到了宾客都到的时候，他紧张了。啊，伊坐伫我的边仔，跟我一个朋友讲，啊，伊拢叫伊啥？拢叫阿杰啊吼，认他做干儿子的。阿杰啊，这安要安怎啦？我等下紧张，我无法度做，我不要多讲话啦。安尼啊，伊阿杰讲，你找老小梁啊，小梁叔叔啊，我就被他带上去了。也没有准备，也没有什么，就去哩。然后我就从我的头安尼康乐活动那头，就把他介绍了。他事后就很感谢安尼。我会讲的是讲，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安尼文字也好啊，什么爱当制作人，互边仔人得到欢喜快乐，我感觉这是足欢喜的一个代志安尼吼。搁定定聚会，最近定定有啥物尾牙啦聚餐，大家都是说，哎呀。谢谢这个小梁这样子登高一呼，把一些退休的主任、校长啊，大家凝聚在一起，一些老一辈的，他们都感谢我。刚刚这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惊我唔知道出淤泥而不染嘛。我还是有了，当然是我不能说我去那边不喝酒啊，我还是有喝啊。我意思就讲吼，像昨天在楼下做壁报的时候。我们楼下哇，昨天不晓得可能是尾牙，哇，客人好多，哇，就在那边喝啦，在那边抽烟啦，什么呢？我那时候就出污泥而不染，我就乖乖的做我的壁报，哇，哎，这是好，就是少谈啦。伫年尾哈，咱看到咱顶礼拜有从咱馆顶的都有把咱每个我们的兄弟弄有写一寡新的一年。祝福咱大家的话，较带咱大家来交看，要感谢主，互咱伫新的一年，咱有新的愿望，主的带领，互咱教会一切拢当平安顺利。好，这是咱咧吟，煞偏诗398首，圣诗398首，来起立，大家来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息。阿门。